这个是近100年了，本来是还可以再改装了，但是这个已经锈掉了不行了。即使骨皮破损难以修复，从前留下来的100年大鼓，还是南投水里客家庄新兴村的宝。像我这种年纪的也好几个会啊，要把它延续下去，要不然老了，年轻的就不会打。彭木土也是村里的宝，因为从小喜欢客家大鼓，自己研究基本动作和技法，连同鼓班里的锣拔都难不倒他。这个是客家很特殊的一种打击乐器啊，然后传下来已经好久了，大锣、闹锣、大抄、小抄，配合客家大鼓，起承转合都有学问。彭木土有心教，而村子里不分老中青，大伙儿慢慢培养出兴趣，变成固定聚会。我曾经试过，但是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练习所以在这边是老师，我也跟着小朋友在学习靠着社区这些祈祷在教我们小朋友这个大鼓，不然其实在这个部分很容易就在我们这边流失掉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学校是也有这个客家大鼓的社团。父母和老师把他们热爱的事物与孩子们分享，从社区、庙宇扩散到校园，拿鼓棒的大手换成小手，延续客家庆典里的重要灵魂。大家看，爱专心啊，要专心，不然拍子会弄错，对不对？还不会走不错，不然会弄错。敲锣打鼓不光是听热闹的事，彭木土鼓励小学生也担任村子里庆典活动的鼓手。这是自己小时候爱上客家文化的触媒，也许也会在这些年轻生命里触动发光。上课喽！愛盡善，希望會唔錯。愛盡善，希望會唔錯。谢谢宗怡老师。